大部分拢是伫第2场礼拜时献诗啦，第1场拢是圣歌队，所以咱是一季有1摆是咱由以赛亚牧区，所以呢，为着要鼓励咱兄弟吼，参加牧区、参加小组是偌水的代志吼，所以特别甲咱加介绍一下吼。我顺续介绍咱遮个干部啊，咱的区长伫遮无？伊通门训对。咱的区长是咱的满族长老，但满族长老，伊拄好今仔日有咱的即个文道训练，所以去上课。咱有即个以赛亚牧区有4组有4组。第一组的组长叫做云顶牧区的即个陈辉祥长老，来站起来，互阮甲你欢迎一下来，陈辉祥长老。因是拜二早起的，若讲暗时较无方便出来吼。因日时9点半伫咱的第2楼主会吼。第2组吼是咱的大树小组，是咱的黄燕雀老师吼。最近伊有咧静养，是由咱的蔡碧华长老来底负责代理。咱蔡碧华长老吼第2组。咱的以赛亚牧区吼，迄个足慷慨。有的是伫日视的，因是安怎？因是伫线上的，线上就咧聚会已经持续4、5档足无简单所以因无论伫倒位，有人伫外国拢会使上即个聚会是咱的大树小组第三个小组是鼓励小组黄光耀技术来，黄光耀技术来欢迎。因是伫拜二暗的即个8点，伫咱对面大楼1楼即个小组真有关怀遐新朋友所新朋友拢送去因遐真有关心欢迎即个是鼓励小组。最后一组是咱的挂菜小组，我知影是正好执事啦可能讲今仔日拄好时间袂好势伫遮来正好执事伫遮。我咱是拜二暗。所以咱拜二暗的以赛亚牧区呢有2组，一组伫1楼，一组伫迄个咱的咖啡厅咱的这个组长拢足尽心啦真有靠这的兄弟所以我是鼓励讲，咱兄弟姊妹，你若讲我想要更较经历到伫教会内迄款美好的团契生活，要伫信仰造就，大家互相交流你的即个思想甲意见会当伫小组内底。因为咱伫大礼拜是一个大型的感恩敬拜赞美学了讲道搁吟诗祈祷，但是较无机会一个互相来交流。但是小组就是有即个特色而且人数真10个、10几个所以迄个彼此的关系更较亲密。用安尼来甲咱做介绍，也顺续说到谢以赛亚牧区的即个事项。咱要分享最后话进前，咱先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祝福阮，伫你的平安中，互阮看见上帝你的祝福。主啊，阮伫即个春天进入到热天的过程中间，阮经历了上帝你的同在，也经历了上帝你的保护。愿阮也通过你的话得到满满的快乐甲学习。但阮要分享出你的话，愿你亲自通过你罗卜的嘴来圣神来造就阮每一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开始线接有几个礼拜牧师分享的时阵，要甲咱分享一个系列，就对，意思讲有分几啊长即个总主题叫做带来恩典的梦想，带来恩典的梦想今日主题叫做伫信心的中间来孕育迄个梦想。当梦想这2字伫咱台语足歹解释所以咱来先破题啦我经早等下咱的复习，我就直接跳过上帝赐予人类梦想的能力你先解记出这个正面的分享这个梦想这个话伫咱台湾人咧讲，有时会较无正面啦负面的但是咱就是要伫迄个所在来，互咱清楚讲牧师要讲的意思咱台湾话，定定咱听一句话比如咱的朋友、亲人，也是囝儿4岁你讲一寡你的想法你讲你会甲念讲，哎呀莫空虚梦想有无莫空虚梦想所以
梦想甲即个梦想是无共款的哦。梦是迄个虚妄的妄，啊，一日梦啊，一日女，迄个做梦想，就是讲乌白想啦，啊，无正经要做安尼，迄个做梦想。啊，所以梦想甲梦想都无相像啊。啊，这事实就是甲咱圣经内面所予咱的迄名词无共款，比如讲异象，迄嘛是梦想的一种。愿景、愿景，吼，咱嘛台湾较侪人讲愿景。佮另外一个话，就是咱圣经内面所讲的遗忘啦，吼，遗忘啊，咱嘛常常会当啊，我会记得差不多20几年前吼，咱即个阿扁啊要选市长，有无？台北市长，哇，一句标语吼出名到即阵啦。啊，伊讲啊啦，有梦什么？上水吼，啊，希望咧，非万上水吼，国只有答亚运就对。啊，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咱慢慢知影讲啊，梦想毋是一个安尼风思梦想、乌白念、乌白想，是有一个目标的，是一个方向的，是一个正面的，是互你有气力的。啊，咱今日要讲的即个主题，就是要甲咱的信仰结连的梦想，安尼就搁较无共款的赞助吼。啊，所以咱嘛会使讲，梦想就是甲咱牧师常常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第四度的空间。第四度空间就是讲，毋是看到实体的，是伫你的想象中出现的。第四度的意思就是，毋是咱实在的3度空间，即立体的空间，是一个属灵的空间。啊，迄是梦想，就是甲属灵的空间有关系。啊，佫一项。就是咱伫即个圣经，咱常常有咧读到讲，少年人看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所以异梦、异象、梦想，这拢是属于即个赞处，就是迄个属灵的想象力，属灵的愿望，是一个正面的迄个目标咧迈进的吼啊。所以，牧师今仔日所要讲的这个开题，就是咧讲起到有影，咱看见上帝赏赐人类这个梦想的能力，到底要安怎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生命中来运作呢？这是今仔日头一个课题，要甲咱三个学习的。伫主祷文，咱常常读一句话，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愿你的旨意。上帝旨意是伫天顶的旨意，是上帝所掌管的空间。讲这个旨意呢，伫正有成就，然后是伫地面上，亲像伫天呢。安尼什么意思呢？是天顶上帝的用意象，上帝的美好落实伫地面上。那安尼，这个就是一个梦想的成就嘛。所以用这个意思、这个意念，上帝赐予人有心思意念，先伫天顶，上帝甲咱塑造，然后伫地面上来实现。伫地呢，像天呢，上帝国伫地面上，共款意思。当然，咱学习到进前牧师咧分享的主题内底有咧讲到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嘛是一个梦想的代表，吼。伊伫伊家己本人徛起的所在，上帝讲叫阿伯兰讲举目来望天顶的星，天顶的星遐尼远是要哪看？就一粒一粒生的尔呢。但是上帝讲吼，这个星我是要应允你一个天顶互你的意象，一个梦想，讲你的后裔要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安尼即款话要哪结连呢？看都看，咱逐个嘛咧看星。咱台南吼都都市所在啦吼，平常时要看星的机会足少。牧师细汉的时阵吼，逐暗晡嘛看到星安尼，看甲安尼足自然的、足感觉的。看到星拢足够想代志，你敢知？看到星吼会想足侪，迄个念头拢会出来，因为遐尼遥远的所在，有一粒星伫遐咧闪，到底迄粒星是咧创啥？人会刺激人的想法啦。讲上帝用星来应允阿伯拉罕，是因为这个星要成做阿伯拉罕生命命运的改变，就是伊将阿伯拉罕改做阿伯拉罕，什么意思呢？就是
全国的败，全国的败。英国就出名的这个思想家嘛是文学家，叫做 C.S. 路易斯，这路易斯吼，哇，伊写的册足侪人爱看，因为伊是足有影响力的一个思想家。这路易斯呢，伊讲过一句话，伊讲：你的目睭看天，你就会得到土地；你若目睭干那看地，一切拢无。什么意思呢？天就是一个意象，看天就是一个目标，看天就是一个愿望。你像你讲的掌目会拍开，你的眼界拍开，你下面的就得得到。但是你干那看下骹，顶面就看袂到啊！我会记得我囡仔时代有一个囡仔伴伊真趣味。较早逐个人迄个物质拢无介丰富啦阮即个囡仔伴伊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行路的时阵拢看涂骹，用迄阵拢烫只骹呢，就路边有啥物件就踢咧安尼。原来伊想踢看卖，看有捡到啥物一角是五角安尼捡到啥物好米无安尼几若摆无拄好行咧看涂骹，拢去哭着树无就哭着壁角安尼你看涂骹意思讲，你的眼界就限伫迄个所在，你毋知影过来外口有遐尼开阔。所以这 C.S. 路易斯伊就是一个信仰的领导啦伊另外有一句话原来是英文的咱无要读英文啦，咱看伊的翻译。伊讲：我相信基督教，我相信主耶稣，亲像我相信日头会对东边起来，毋是因为我有看到日头。是因为我照着日头，我会当看到万米。这句话真有意思日头本来就逐日拢起来，袂讲今仔日放假无爱出来除非有乌云遮的。伊讲我相信主耶稣，相信基督教，亲像我相信日头起来，毋是我看会到日头，意思讲毋是我看到主耶稣，是我相信我通过主耶稣，我会当看到万米。通过日头，我会当看到万米。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提醒。这 C.S. 路易斯在甲咱讲，上帝的祝福要引带咱行往这个美好的恩典。兄弟姊妹，是咱讲爱讲梦想。世间人本来就需要梦想，但是有啥特别提醒呢？啥特别要提起呢？是因为亲像咱拄则读的第一段经文啦。空虚还是空虚，甲无意义，带来人有迄个绝望的人生，这是人普遍的一个现象毋是你我送拄会着拄袂着，就是这个环境、这个氛围，你个人的思想常常会行迄个灰色的、忧郁的、无愿望的、空虚的，这才是亲像咱所读这个传道书甲咱讲的，讲世界人所追求的事，转眼成空，因为世界所提供的快乐，亲像无出现，一个就消失去。所以毋则拄则咱读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这是中文的啦空虚的空虚，同意思，讲凡事拢是空虚。这白话字圣经讲，我传道者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人一切劳苦打拼，就是伫日光下面落落有甚物利益？传道书佫讲，一代过了佫一代，毋过对照常存在。以前已经有诶，将来也佫有；以前已经做诶，将来会佫做。日光诶下面无新诶代志，这是古早传道者伊诶一个感叹。这个话，互咱会想来佫想去就对啦。你会想讲，敢会安尼？敢有影？敢真正是？这个传道书的话，前面在讲，这个地面上，这个时间、这个空间伊是循环的一直运转袂消失昨有的，今日嘛佫有，毋是足稳定的但是，迄个空虚的意思，空虚的意思，是因为人伫这个继续咧运转的中间，你定想要改变，定想要
得到新的，啊，毋过得袂到，就产生一个空虚，还是产生一个即个物质，也是咱所讲的迄个快乐，一个都无去，无意义的人生就安尼来。但兄弟姊妹，即个若是确实你有感受到安尼，你就知影讲，世间人是安那拢伫即个所在咧争战，世间人是安那定定咧陷入伫即个争战的中间。因为世间人对命运无力感、不安、恐慌，无法通赢过命运的大风大影。人常常要用，因为安尼用迷信，也是用你的生辰八字来改变，也是操控家己的命运。台湾足侪人爱算命，台湾足侪人爱去问遐个塔罗牌，要问遐个我的生辰、我的星象吼。也有迄蒙骨的啦，吼，也有迄用迄鸟仔咧夹迄个机咧甲你算你的命，啥人兴趣济，佫开遐侪钱，若毋多去拄着诈骗集团佫较严重，啥人要遐戆？毋是戆，人对命运、人对人生的骹步有迄个无确定感。你无有一个人敢讲，我确定明仔载要创啥，我后日要创啥，将来偌久要成功？这就是世间人迄个。就是种困境的，即个困境。世间人毋是无咧拍拼哦，无咧认真哦，伊嘛是种认真，是要找出一个方法，一个方向，是要来克服伊。世间人安怎克服呢？找出克服绝望的方法。这拢会拄着嘛？我就用什么办法来甲解决啊？但是安怎用，拢是勉强的办法。大概这几项，第一项。都无爱管伊啦，忽视迄个绝望的环境，就亲像迄鸵鸟共款吼，身边发生个绝望的事，你就莫甲看就好啊，莫插伊啦。像沙漠中的鸵鸟安尼，为着闪避即个对敌，所以伫甲迄个头藏在迄个山堆内底。这是有人足爱逃避，就反正莫看莫管的。但是伊嘛是会找你啊，这是第一种，这是足较属伫迄个悲观的。第二项就是透过享乐，都刺激的生活啦，来享乐来袂记咧人生的空虚。所以为要逃避即个绝望，人追求世上的快乐。所以世间人是安尼发明遐尼多享乐的办法，吃喝玩乐，反正想会到的拢甲你想好啊，你钱若摕出来就有啊。好像就吃喝玩乐，甲暂时袂去的。咱台湾是世界酒驾上严重的所在，较哪讲都无效，嘛是开落去弄着，有个人安尼性命无去。你讲是安那伊要安尼？因为空虚，无法当伫心中有充实。较严重当然有时无细致就接触毒品啊。会去接触即个，毋是戆人呢，拢是巧人。因为，但是迄个生命中迄个罪，甲空虚、无意义，定咧甲你攻击。所以世间人用欢乐来改变家己，但是会成功袂？到最后常常是无有法度解决代志，却颠倒甲你的身体拍歹，有时甚至命运拢赔了。咱出名的即个作家，伊是诺贝尔奖的海明威。这是差不多牧师少年时代，大家人拢诚出名。最近少年人较无咧注意啊。迄个时代若读高中、国中拢读一本册啦，足细本的，叫做《老人与海》，捌听过吼？大家拢足认真看，毋过看拢无，因为迄故事都一个老人过一只船出去咧钓鱼安尼，钓钓一尾鱼，欢喜要拖转来，伤重鱼摸袂起来，船顶用拖的，拖要到迄个鱼港一尾鱼互迄沙食了，食要了去伊咧讲什么意思呢？囡仔是看无啦，但是伊是咧讲人的人生，好亲像毋是逐项代志拢你会当把握的，伊有甲人的迄个困难甲无奈表达出来。但是这个海明威遐尼聪明的人伊是出世伫一个
基督教家庭，老爸是一个医生，足认真嘛，无放弃宣教的异象伊老母性格嘛真好呢，想讲即个囡仔好甲栽培想办法要教养家己的囡仔，互伊成做一个信仰稳固的人。但是看起来即个环境都安尼甲栽培，无拍算。海明威大汉了后呢，因为太聪明煞无一定是对伊有帮助，因为伊大汉了后，真够写册，真够思想，但是却离开上帝，过着无上帝的生活。最后呢，即个出名的诺贝尔奖得主，伊是自杀来结束伊的人生。你讲一个遐够思考人生的人，到尾是用自杀来解决。当然，有人讲可能甲伊的忧郁症，还是讲有啥物病症有关系啦。但咱人看起讲，即个是功成名就呢，伊伫1954年，民国43年写着《老人与海》，得到诺贝尔奖，毋是世间上英有的名拢伫伊身上呢。但是呢，名利双收，但是伊事实的人生是无变态。伊结婚4届，逐摆拢失败。伊伫非洲，伊足爱冒险，所以呢，也爱去拍蜡。迄阵迄时代飞机也毋是讲介先进啦飞机摔落来2摆，伊嘛是阁敢要做啦足伤害足严重，身躯但是伊无去感受到上帝对伊的呼唤。伊爱啉酒，常常沉迷伫迄个欲望的中间。虽然伊是功成名就，但是人生充满着不安甲忧虑，嘛进入精神病院来电疗。但是到了1961年的时阵，伊无法度控制伊家己，就用手枪来拍死家己。海明威伊为着要克服迄个绝望，克服迄个安尼无法度解决的事，要追求世上的烦恼，但是搁来换着搁较虚空啦搁较空虚安尼。所以虽然追求世上的快乐，短暂的快乐无互伊煞愈陷愈深所以咱嘛会使讲，世间人要用享受欢乐来解决家己的代志，最后是空。连即个上出名的诺贝尔奖的作家拢有困难。第三项是用人的智慧发明足侪哲学，即款的人生观来解释绝望。但是圣经来讲，甲咱讲迄叫做世间的小学，小学毋是咱读囡仔读国校迄个小学。小学的意思讲，用遐个无有帮助的遐学问要来克服，有时是加了工的，是戆的。因为哲学无法度人明白绝望的本质。你会当去讲我有即个现象，但是要哪解决伊，要哪拄起有困难。是暂时克服绝望，用遐个言论来互你暂时的一种寄托，安尼若定。当然，上侪人是将心灵的深处的绝望寄托伫宗教的顶面，所以咱看起现在世间的宗教形形色色啦，算袂了。人将心灵的深处的绝望寄托伫宗教的顶面，有人透过苦行来赎罪，有人透过皈依这假神来追求拯救，但是最后是发现讲，靠这个无法度解决。伊有照伊家己的做，迄种可能家己有一个心愿，但是正讲来改变伊真困难，甚至离开真正的上帝，去找别个神。就愈来愈绝望安尼所以即款的事常常伫咱人，无一定是你家己啦，伫你的身躯边所看到的人的中间来发生。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讲，除伊以外无别的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的名，咱能靠伊得救安尼。这是咱人普遍现象，当然有的人体会较深啦，有的人是讲，敢毋遐严重，我嘛无啥感觉咧，就逐日安尼过日子就好啊。但是你若较想普遍，是咱现在世间人有遐尼多问题出来，拢甲即个有关系，是一个整体即个世界人类的现象。但
上帝伊克服的计划，上帝要帮助咱克服这个绝望，克服这个无意义的事，伊就是通过主耶稣来甲咱世间人的绝望替咱来陪担。这是耶稣上帝予咱的这款解决的路径。有一个讲法啦吼，有一个讲法讲，咱人的心内吼有两只马，两只在走的马，啊，咱知马走足紧吼，啊，佫走足远啊。但是讲一只吼是绝望的乌马，啊，另外一只就是有5万的白马安尼。啊，所以你身躯有白马甲乌马啊，伫遐咧换来换去。伊讲世间人你生命的方向，你看甲倒一只马饲草料饲较济啦吼。啊，你家己想讲，即两只马我要饲较济草料互伊。伊讲，若是饲着乌马吼，饲着乌马较济，咱就会定定有烦恼、忧闷、不安、烦恼吼。啊，慢慢往迄个绝望的方向在行。啊，你若饲互白马饲较济，伊上较直接足白马，草料互较济，讲咱的生活就会往望的方向来进行。啊，上帝就是爱咱。上帝爱咱，甲较侪草料来饲即只白马，啊，咱人生就往迄个正面充满着往望的方向来进行。兄弟姊妹，即只白马，上帝一定甲咱备办好，只是咱无想要去饲，还是讲袂记得通饲，还是无爱饲。上帝创造人类赐了永生互咱，所以咱若会晓倚靠主。靠着上帝的权能，咱会让克服这个绝望。靠着上帝的权能，咱会通把这只白马饲互肥个用。所以，我靠上帝人，上帝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把你的负面的思想，把迄个绝望、无意义啊、感叹的事，将往望的种子放伫咱的内心。啊，这是咱人用拄则咱讲迄4种办法，家己克服袂了的。透过圣神的开展，啊，这是咱来就群主一个上大的改变的所在。因为咱的人主耶稣基督，伊背负世间人的绝望，真这是一个牺牲的祭，伊就是要解决绝望，担负咱的罪，因为伊受定十字架。咱顶礼拜才拄仔咧庆祝过活节，我咧讲过活节千万毋通敢存在你一个概念，讲到这个代志我知，但是。你就爱将耶稣基督国外的权能、圣神的开力，伫你内心运作起来。迄只白马饲互饱，啊，搁用，安尼才会当真侪你过来生命的开力。所以咱认知主耶稣基督，原本伫咱心内迄个死，因为即个黑暗的即个山谷，就会当消失，会当充满迄个国外甲荣耀内心吼。啊嘛会使搁较大的光明就对，所以兄弟姊妹，咱耶稣基督的国话就是咱互主来医治啦。人类普遍的绝望啊，迄个对家己头前的脚步无往望迄款的心智，是透过耶稣基督国话来医治咱。啊，所以咱拄则有读另外《彼得前书》1:30讲，愿上赞归乎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伊捌照家己的大人民，照着耶稣基督对死过活顶头生，互咱得到顶头生。伊讲，互咱有活泼的愿望。活泼的意思是讲，这个愿望吼是足有信心的，就对啦，毋是妄想，是有活泼的愿望。台语的圣经安尼讲，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过活，上帝有互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愿望，活活的愿望。这个活活的愿望，通常就是伫你灵魂内面，从你的属灵的内面，伫你的四度空间内面带来改变，毋是实际看会到的。有一个小故事讲，以前在战争的时阵吼，有一个兵去受伤足严重，互人送入去迄野战病院的所在。哇，看起来吼，迄个护士看讲，哇，这个。严重哦，真困难救安尼。啊，毋过吼，
这受伤的兵吼，伊意识要伫咧，拄有一个军医吼伫边啊吼，伫边啊咧讲话啊，毋是要讲互听的啦，啊讲伊有听到，伊安怎讲的？哦，这个吼，若会当挡到明仔载吼，伊就有望啊吼，若会当挡到明仔载。啊，即句话可能是医生伊的判断，啊，咧讲即个若挡会过吼，啊明仔载就有机会。啊，讲猛讲，即个兵啊，伫迄个死亡边缘的兵。恍惚的中间，听见军医讲一句话，伊讲吼对吼，爱挡到明仔载，啊伊就用尽全力，一直保持即个清醒，讲要对抗迄个病痛，用意志来抵挡迄个死亡。哇，动啊到半暝12点安尼，啊天要光的时阵吼，对即个兵啊的身躯，较先庆出一个新的生命。只因为即个军医无心的一句话，带来互即个要死的兵啊有一个生机，伊定心来克服迄个绝望，克服迄个绝望。啊，只不过是一句话来听，但是即个兵啊感觉讲，我有机会，我要拼。所以咱定有一个探访病人，特别是较严重的病人，甲伊讲，你有机会啊，免放弃，勇敢加油安尼。所以是安那，咱足侪乡这有这种经验啦，咱去。找迄个有信任的医生吼，咱无定下讲啊去看吼，啊，你还袂食药啊，就好一半，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即个医生互你的建议，你会感觉讲啊，足安心，啊，袂烦恼安尼。兄弟姊妹，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领受即款对耶稣基督来的望。咱世间人拢面对死。但是，当咱呼求仰望耶稣基督，咱就会得到新的生命。基督徒因为有这个信仰，所以面对任何的情况，拢袂灰心绝望，颠倒充满着望望。这是基督徒甲一般的人上大的差异，就是我毋是靠家己，你外高，你外才调，你外聪明，是因为你有主耶稣通靠，你才能跳过这个绝望的漩涡啦，会当看见这个。拯救，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伫信心的内底来拥有这个梦想。就是我讲迄个会带来改变、生命改变、带来快乐、带来祝福、带来恩典的梦想。啊，这个梦想，咱通看见讲，这款的事，互咱有一款对主领受到迄个祝福。就是讲，甲咱的信心结连的，这个梦想才袂走抓去，吼啊！所以，迄个圣经嘛，常常甲咱提醒，咱若无异象，百姓就放纵。啊，咱有异象是有主来甲咱管理。西方有一个俗语讲啦，讲你若是有迄个昆虫的迄个通拖的眼界，这个民族会死亡。但是，若有迄个老鹰的视野，这个民族就会兴旺。意思是讲，你的眼界看，你就有信心啦。咱知影，进前咱捌分享过，以色列百姓因逃离开埃及吼，经过旷野到上帝应允的地，讲要进入到迄个老年甲老美的迦南地。但是要入去迦南地以前，遐已经有人住伫遐嘛。所以伫加底书的时阵，因就这个摩西就派12个探子。要去探迄个迦南地40年日呢，讲是真可惜，转来这12个探子吼，其中10个是负面的，带来绝望的消息。但是以色列百姓吼，迄个阵也袂晓讲，唔通安尼啦，爱靠上帝啦，无啦，颠倒听到迄个绝望的消息，规个百姓嘛对伊安尼，拢规个拢陷落去啊安尼。所以《申命记》第1章28节有安尼讲咱要去倒位啊？咱的兄弟，互咱的心消化去啊啦！迄个地，讲个百姓比咱更较宽大，城更较坚固，悬到拄天，而且阮伫遐看见迄阿拉族就是迄个巨人、官人安尼，但只有约书亚甲迦勒是正面的思想，两人讲出异象的话、望望的话。伊讲耶和华若欢喜咱，就要带咱入去迄个地，将迄个地赐予咱，唔通背叛耶和华，也唔通惊迄个所在百姓，因为因是咱的食物，
而且庇佑咱，吼，互咱赢过即个队，而且讲，迄个异邦的族，因保护神已经离开去啊。兄弟姊妹，伫迄中间到底是要听10个，下民意较悬的10票，还是要听迄个2票的？迄就严重啊，因为正人咧选择嘛，正人竟然，遮个正人竟然摕石头要顶即2位讲误妄的话的人，那上帝出手啊！上帝讲对阳光出现伫会幕中显现，当场哦，击杀即10位讲负面的话的探子，然后因无听探子的话，10位探子是听约书亚甲迦勒的话，因就是勇敢进入到迄个充满挑战的所在啊！也因为因拄着即款的挫折，才毋则伫旷野漂流40冬啊！所以只有最后是约书亚甲迦勒带因的后裔入去到迦南地。兄弟姊妹，这是咱所看迄个圣经真清楚的故事。所以你的心有愿望，毋是乌白想啦，是因为你有靠着信心，甲主亲近，你才会通得到赢。主爱甲遐个怀抱着愿望积极的人做伙奔跑，虽然会拄着刺皮、一个，总是咱也经历过侪的试炼甲苦难，但是刚强壮胆，咱就继续落去。有一个故事，我短短来讲，时间无啥够。伫1864年，160几年前，伫北欧的丹麦，去拄着当时足勇的普鲁士，就是咱今日的德国啦哈。但是迄阵国界无较强啦，但是用德国为主的，因伫遐战争。哇，因为丹麦吼人国少啊，人嘛少嘛，所以拍输啊。哇，在赔钱哦，而且将南部迄个上好，咱遮丹麦都进入要到北极圈啊咧吼。啊，迄个土地吼上好诶，上肥诶所在拢伫南边。哇，迄德国人偌巧诶，讲你即两省爱互我，爱赔我。哇，挂吼迄个德国就是这个普鲁士。哇，这个国家实在是足凄惨吼。这个地图是差不多安尼啦吼。咱知影伫迄北海、挪威伫顶悬，瑞典伫顶悬，但是德国这个国家的头顶悬就是丹麦，吼，这个丹麦。啊，这丹麦吼下面的部分就是上肥的所在。啊，这是当时咧攻击的迄个路线，对下面的德国啊拍往顶悬去哩。啊，迄个甘仔色的，这是2个省吼，是当时丹麦上好的土地。啊，德国人吼贪心啦，就叫伊爱挂现伊安尼。啊，这是战前的国界，就是红的啊，甲迄个粉红色，就是原来的丹麦。啊，德国吼贪心，拄啊甲借去，你看，甲迄个丹麦迄上好的国家的土地拢抢去啊，安尼。啊，即声吼，丹麦的人真正可怜。伫北欧迄种所在本来就足寒落雪，啊，搁拢淡的所在，啊，所以敢若剩北边迄个粉红色迄个叫做日德兰半岛吼，结冰啦、落雪啦，拢是水啦。啊，连树啊拢种袂活啦，啊，搭要安怎？遮个人吼真正凄惨啊！啊，佮战争了后，钱开足多，哇，遮个赔偿金拢付袂起啦。所以战争了后吼，讲当时丹麦遐个青年人吼去做兵转来，啊，都无头路，啊，所以规日啉酒啦，吼足失志啦。啊，富人人吼也嘛无头路通做啦，都爱去卖身互外国人安尼，啊，勉强来度活。伫迄种环境的内面吼，因绝望，丹麦人想讲安尼，咱这国要灭去啊！啊，无效啊，无路用啊。但是伫这个绝望的环境中间，好佳在当时有2位丹麦的领导者出来发，讲咱毋通失去愿望，毋通绝望，咱来有愿望来活。其中一个是牧师，叫做葛隆维牧师，伊讲。咱来基督徒爱逆境来挑战，所以就开始喊话讲，咱推广爱上帝、爱国家、爱自然，
伊到处用圣经来宣讲，伫农村开学校，用圣经改变人的心，将愿望放伫人的心内。这是这个葛荣维牧师。搁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空军退伍的上尉，叫做达卡斯啦。伊嘛是共款，充满着迄个正面的思想迄个愿望甲信心。所以是讲，咱有一天要甲这失去的土地搁讨回来。但是咱现在先伫咱村的这个地，好好来甲种植，好好来甲经营。哇，规片拢是冰呢，拢是迄水呢，要安怎过日啊？这个上位看偌尼啊温困，伊讲较荒凉的土地虽然种树拢种袂好，树拢孤大去搁寒，但是伊无放弃研究种伫迄个歹的土地种树的办法，这是达卡斯上尉吼。到最后，伊成功了，将阿尔卑斯山遐个树来改良，种伫迄个适合的迄个日德兰半岛迄个寒的所在，变做冷山就对吼。正种遐个防风林愈来愈顺遂。防风林会当甲遐个土沙海风冻起来，因就开始种植，佮甲遐个迄水库的水甲引出来，佮甲土掩落去，成做一个足肥的土地。讲经过迄个严重的代志国家损害，但是经过拍拼100冬，后来丹麦成做世界出名的农业国咧，嘛成做出名的工业国家，国民所得全世界前几名，而且定咱听讲什么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丹麦拢有咧。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国家若毋是这两位领导者将圣经上帝话放伫遮，可能这丹麦老早就变德国的一部分啦。因为你都无要拍拼，你都认输嘛。事实咱兄弟姊妹嘛知影，咱台湾目前嘛拄着这款情况。咱这社会充满着失败，充满着迄种气氛讲台湾无效啦，细粒国家啦，隔壁人炸去拢有迄种负面的思想。但是咱台湾是安怎遐尼小？无啦，世界大家足看重咱的呢。所以咱台湾嘛是欠过这款讲咱台湾绝对有法度，绝对会当成功，绝对会当赢过一切强权的控制。这是咱台湾人的信心，敢毋是？这几年咱已经看见足侪迄个现象足侪国家看重咱嘛。就是咱台湾人，咱无放弃嘛。所以丹麦这个国家，互咱真大的学习啦。兄弟姊妹，丹麦人伊重新得到迄个梦想，就是梦想，成做因发展的动力。环境的困难，有时咱搁较有迄个梦想来信念来赢过这个。兄弟姊妹，上帝将搁较大的梦想赐予愿望是神表渺茫的人，但是无愿意放弃，积极努力，肯定的思想。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第一个主题是讲，伫信心的中间来孕育咱的梦想。兄弟姊妹，你有伫你的生活的层次中间找出你的梦想无？你有甲这个梦想放伫祈祷中无？你有甲这个梦想、这个意向、这个愿景、这个愿望付诸实现无？因为耶稣基督告我救恩的开力是要互你勇敢去成就呢。毋是干那想那点，是要甲成就起来。所以咱甲主耶稣做伙画出这个愿望，求上帝拄起咱世间人绝望的扩散。上帝亲自将愿望放入咱的心，这个愿望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这也是咱庆祝耶稣基督告我上重要的原因。当咱得到主耶稣给咱的愿望的时阵，咱就会行一个得到稳定的人生。这是牧师伫咱过活做了后，要甲咱三个学习的一个课题。兄弟姊妹，伫你祈祷中，你甲主讲：主啊，我有甚物款的梦想？有人是搁有迄个事业的梦想，有人是迄个家庭、迄个美满家庭的梦想，有人是迄个家己迄个学业的梦想。请会记日有主通靠，你会甲迄个人看作讲无可能的事变作有可能，是因为上帝在成就这个事。兄弟姊妹，咱
要先做一个祈祷，然后咱准备要来做医治祈祷的服侍。咱请兄弟，咱请团队来备办心，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圣经，互阮得到一个水的启示。阮通过主耶稣基督对世人的告诫，互阮有顶头生、顶出世，得到活我的愿望这款的快乐。主啊，这款的愿望毋是囡仔黑白想，梦想是因为阮有远景，有愿望，有一个目标。主，你要帮助阮来成就伊。主啊，互阮毋通伫负面的生活来负面的思想来生活，也互阮常常会当看见迄个成功的一面，毋是失败的迄面。主啊，阮常常家己气力无够，思想也无够完整。阮只有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信心、愿望、这款的梦想放伫阮的内底。阮逐个人家己经历到的头前的梦想拢无共，总是主你拢应允阮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快乐、圣神的帮助，你要互阮去成就伊，看见伊实现伫阮中间。我要三甲同心伫你面前，三甲服侍，才会医治祈祷的兄弟，求你圣神伫阮中间做工，互阮所做的荣耀你的圣名，你的应允临到伫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今日姊妹，咱要刷接做一个医治的祈祷，咱要吟首诗歌，赐我自由台语的，咱请。